吃饱了。吃饱了。你离近点吧。还有摇是吗？不机器人。机器乌龟。在上边呀。你骑着小乌龟。它那个已经跑到那个乌龟身上了都，快往前挤，它想晒太阳。肯定是想晒太阳，信不？你看这个就在这挤。嗯。你看这个卷环是的。嗯。太小了，你看腿塌了，你看吗？它伸懒腰了，你看。谁爬上来谁就站着。哎呀，你看这个，哎，你看爸爸这个，哎呀吃了。好可爱啊！哎呦，我那鱼多大？这个鱼多大啊？这个乱爬那个溪沟那个漂流洞。